跟着我念：经济部退回烂条款，还我柠檬法，交通部避免行车安全，启动安全调查，经济部退回烂条款，还我柠檬法，交通部避免行车危险，启动安全调查，苏院长接地气，出来接陈情，苏院长接地气，出来接陈情。点出来，他们提供给台湾车主的保障是只有半年180天1.2万公里。大家知道，在美国各州的柠檬车法案最低的标准都是2年，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，最少是将近3万公里。台湾的车主所受到保障的程度，完全是打折再打折。我要不客气的请问一下经济部，你们今天拟这个柠檬车条款，到底是在捍卫车商的利益，还是在保障消费者的利益？召回无效，漠视车主安全，瑕疵引擎，车主当白老鼠，马自达还我行车安全，经济部撤回烂条款，还我柠檬法，交通部避免行车危险，启动安全调查，苏院长接地气，出来接陈情，苏院长接地气，出来接陈情。